阿斌，我想問下你，你係60後、70後定係80後？哇！冇搞錯，仲使問？一睇我就知我係80後啦，反家㗎，反工作超時啊，反僆模啊！得，唔使激動。我知道今日有唔同年紀嘅朋友嚟到我哋當中，我想睇下你識得邊個年代嘅流行曲，同大家分享下先。講到流行曲難唔到我嘅，邊個年代流行曲我都知，好似呢一首。問我歡呼聲有幾多？問我悲哭聲有幾多？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？咦？乜呢首歌唔係咁樣唱先啱咩？問我基金價格幾多？問我孖展幾許風波？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搞清楚？呢首歌咧，本來係70、80年代咧嘅流行曲嚟嘅。咁金融海嘯之後咧，咁就呼籲啲人咧投資咧要做足功課，咁改咗啲歌詞宣傳咋。呢首歌咧都叫啲人咧唔好用得失去衡量人生嘅價值喎。人生去到盡頭嘅時候咧，都要保持真我。問我得失有幾多？其實得失不必清楚，我但求能夠一一去數清楚。願我一生去到終結，無論歷盡幾許風波，我仍然能夠講一聲，我係我。保持真我都想。諗起讀書嗰陣時都唔知幾開心，無憂無慮。好似放咗學之後，同啲同學去打下波，行下街咁啦，煲下劇，喂，煲下電話粥咁樣。上 ICQ、MSN 傾下偈。夜晚再打下機咁。我就中意睇下韓劇啦、電視劇咁啦。食飽就 hea 下。hea 完就食。而家，唉。咁人咧喺唔同嘅階段咧，總有啲唔同嘅經歷㗎嘛。咁最緊要咧，知道咧人生存咧嘅意義。從娃娃一聲睜開眼睛看地球，從懂得緊握媽媽暖的手，到咿咿呀呀一聲兩聲仍唔夠，從怕怕恨恨然後了得走，從孭起書包吸取知識不用愁，從你有佢有開始手牽手。他朝開心傷心痛心齊上透，人活着實在奇妙怎猜透？願你知生命實在亦是有些意外，不用彷徨迷途，只需緊記，它有無窮色彩，它有無盡的愛，願憑着自信跨過障礙賽。盡快將憂愁眼睛、憂愁面孔、憂愁內心拋棄吧，找回你的微笑嘴巴，一同歌唱可以嗎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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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一同拍掌全力讚賞，生存是有價。我咧諗起有首詩歌咧，都係講到咧生命嘅意義嘅喎，但係咧就唔係從人嘅角度出發，而係咧從做我哋上帝出發。咁原來人嘅價值同埋我哋原來人嘅價值咧係在乎我哋同上帝關係嘅。你是愛，你對我的愛從沒改，沒有因歲月改變，沒有因我最心意，我呼喊你名字，你笑臉向着我，你一次又一次。你是愛，你對我的愛從沒改，就算今我有失信，但你的信實不變。我呼喊你名字，你笑臉向着我，你一次又一次。有你愛我，讓我知道我是存在。有你愛我。
是人，被珍惜的一個，讓我知道你是愛。聖經咧記載神咧做第一個人咧叫亞當，亞當咧就係人咁嘅意思。原來人咧真係咧要去認識神，揾翻神咧做人原來嘅意義。分真與假，人面多險詐，幾許有共享榮華，禪伴水滴不分差。無知井裏蛙，徒望添聲價，空得意目光如麻。誰料金屋變敗瓦，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大家做咩咁感慨啊？唉，而家揾食艱難啊，為咗保住飯碗，唔多唔少都要耍下啲手段。好似有導遊珍姐咁啊！唉，想投資又驚有第二次雷曼事件喎。你咪買咗啊嘛，咁咪渣都冇。所以而家咪想買樓咯，不過買樓又俾啲炒家拖呢個事。但係政府已經有一連串嘅措施去壓抑樓價啦。唉，唔開心，想喺 Facebook 呻下講下，又驚自己啲私隱俾人傳出去喎。咁啊係，啲私隱好似冇保障咁，好容易俾人揭底嘅。唉，而家好多嘢都唔值得相信，都唔知邊啲可以相信，好多嘢都好難預計。咁唔使唔開心，不如我送首《夕陽無限好》俾你啊！好啊。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葱的沙丘，轉眼變蟻丘。這個剎那宇宙，拒絕永久，世事無常，還是未看夠，還未看透，多好玩的東西。早晚會放低，從前並肩的好兄弟，可會撐到底？愛侶愛到一個地步，便另覓安慰。枉當初苦苦送禮，最豔的花卉，最後花爛泥，夕陽無限好，天色已黃昏。我明嘅，不過咧想話俾你知咧，人生咧就唔係咁灰嘅。我哋基督徒咧，平時喺教會裏邊咧，都會咧真係一齊嘅時候咧，都會分享下咧生活一啲嘅艱難啦。咁好似聖經咧係詩篇度咁樣講喎。就算咧就提到人咧做嘅嘢咧，其實係幻影。咁佢哋有時忙亂，真是枉然。佢哋積蓄財寶咧，都唔知將來咧邊個收取。對於人生咧預料唔到嘅嘢咧，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好無奈。不過咧有一樣嘢咧，基督徒咧係可以好有把握嘅。不如我介紹另外一首詩歌俾你哋聽。我只需掌管前途，我知他握着我手，在生萬事非偶然，都是他計劃萬有。故我面臨的遭遇，不論大小的難處，我信靠行奇事的神。一切交託住。其實咧有好多詩歌咧，或者喺聖經裏面咧都有描寫到咧人生嘅變幻啦、捉唔緊嘅嘢。信耶穌呢樣咧會有挫折嘅，咁只不過基督徒咧有一樣嘢好有把握，就因為神咧會掌管